無字天書。4. 工作中領悟前台的位置，像一個濃縮的舞台，每天上演不同的劇本，主角來來去去，問題層出不窮。有人忘了帶證件，有人投訴等太久，有人問一些連地圖都找不到的地方。教科書上寫的標準答案從來不夠用，真實的考卷永遠在對話打開的那一刻才揭曉。但奇妙的是，正是這些管理唔到的瞬間，讓人進步得最快。你學會在混亂中保持微笑，在抱怨聲裏聽出真正的需求，在被挑戰時仍然站穩自己的節奏。前台就是最好的 EQ 訓練場，沒有模擬，沒有預習，每一課都是現場直播。讀完這本無字天書，你會發現工作的意義不只在完成任務，更在於每一次應對之間，把自己打磨得更鬆容、更柔軟，也更強大。